我今天盛装打扮了一下，在这个卢霍，我要去蹭人家的广场舞。走，快看，好多人啊！感觉不会跳。走走走，我已经很激动了。人家这舞美女。今天还碰到了几个粉丝，然后一会儿的话他们会过来看我。我感觉我只要进到最里圈，我就不会很尴尬了。他要带我去，他说要让我进里面。